原本沉寂咗1個星期嘅頂心風暴，琴日又風雲再起。呢一場從3月就霸佔住香港娛樂版頭條嘅家庭鬧劇，本來大家都以為暫告一段落啦，結果琴日直接炸出咗更大嘅瓜，將成件事推向咗新嘅高潮。香港某知名週刊喺最新一期封面頭條嗰度爆出咗猛料，稱81歲嘅鼎爺李家鼎有一個交往咗整整20年嘅地下女友，而呢位女士唔係邊個，正係而家 TVB 嘅當紅小生馬貫東嘅親生母親。本週刊嘅爆料就寫到似模似樣，就話呢20年嚟女方嘅所有日常開銷全部都係由鼎爺一個人埋單，細到買餸煮飯，大到房租水電，從來都冇要對方使過1個先。甚至喺2個人前段時間和平分手嘅時候，鼎爺仲一次性咁樣俾咗對方75萬港元嘅分手費，算係對呢20年嘅感情嘅一個交代。更加勁爆嘅係，週刊仲聲稱攞到咗內部爆料人提供嘅私人錄音資料，裏面直接係實取咗鼎爺之前出過嘅一次車禍，根本就唔係乜嘢普通嘅交通意外，而係因為當時急住要去銀行嗰度攞錢俾馬貫東個阿媽，揸車揸得太快先會撞咗車。週刊仲特意放出咗一段錄音嘅文字版，裏面係鼎爺嘅細仔李永豪當時對住父親發火嘅內容。撲到出去，好啦，連個天都唔幫你啦，仲撞車，咁急住出去，肯定係同人哋送錢啦，肯定係馬貫東阿媽。雖然週刊就明確表示，出於法律風險嘅考慮，唔敢公開呢一段私人錄音嘅原始音頻，但係就實牙實齒咁樣指出，括號裏面指名道姓嘅內容，確確實實就存在於錄音當中，冇任何加鹽加醋嘅成分。自從頂心風暴爆發以嚟，呢1個月裏面已經牽扯出半個香港娛樂圈嘅人，好多嘅陳年舊賬都被翻咗出嚟。最令人唏噓嘅就係楊思琦，當年佢同李永豪拍拖9年，突然單方面宣布分手，結果被全網鬧咗整整15年嘅拜金出軌女，事業亦都一落千丈。結果呢一次頂心風暴一嘈，大家先至發現，當年佢離開李家根本就唔係因為錢，而係實在係頂唔順呢個屋企入邊嘅烏煙瘴氣尤其係李永漢嘅長期刁難同埋無理取鬧。而家全網都喺度排住隊同楊思琦道歉，話佢係當代鬥鵝，食咗15年嘅死貓仲有當年喺節目嗰度帶頭欺負楊思琦嘅雙天鵝，呢一次亦都俾網友話翻出咗舊賬，鬧上咗熱搜。95歲嘅黃夏蕙更加離譜，跳出嚟以契媽嘅身份勸大家唔好再鬧李永漢，話佢只係一時糊塗，結果就被網友插到直接話關咗社交平台嘅評論區。而家就好啦，事情就越鬧越大，唔單止將鼎爺收埋咗20年嘅私生活挖到係一乾二淨，將人哋已經分手嘅前女友拖落水唔講，仲無緣無故咁樣牽扯到另一個完全唔相關嘅藝人馬貫東，搞到人哋無啦啦整達啦，咁仲真係是可忍孰不可忍亦都難怪報道一出街，唔到24小時，琴晚鼎爺就立即委託律師報咗警。核心嘅訴求只有一個，禁止任何人喺未經授權嘅情況下發佈、傳播任何涉及李家鼎嘅私人錄音內容。與此同時，李永豪亦都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代81歲嘅父親發佈咗一則正式嘅關於李家鼎先生電話錄音被公布涉及法律責任嘅嚴正聲明。聲明嘅內容係寫得非常明確，主要係有2點。第一，李家鼎先生從未授權任何個人或媒體發佈或者係傳播佢嘅任何私人電話錄音、家庭對話錄音。第二，呢啲錄音都屬於公民嘅個人隱私，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發佈同傳播，已經觸犯咗香港嘅隱私保護條例，屬於明確嘅違法行為。聲明嘅最後仲特別呼籲各大媒體平台唔好再轉發任何人提供嘅李家鼎相關錄音，以免不小心觸犯法律紅線，承擔不必要嘅法律責任。其實將呢2件事放埋一齊睇，明眼人都知道係咩回事。呢一啲錄音全部都係李家關起門嚟嘅私人對話，外人根本係冇可能接觸得到。如果唔係身邊最親近嘅人搞鬼，點可能錄得到鼎爺嘅聲音呢？
仲能夠精準咁樣將嗰啲對鼎爺不利嘅片段剪出嚟賣俾周刊。唔怪得琴日報道一出街，大部分嘅網友都一邊倒咁樣認為幕後嘅黑手肯定係鼎爺嘅嗰個反骨大仔李永漢兩公婆啊！呢兩個人而家已經係狗急跳牆，想玩同歸於盡嘅把戲啦。畢竟之前嘅事情大家都睇在眼裏。李永漢今年46歲，已經係無業快15年啦。兩公婆都唔出去做嘢，仲生咗3個小朋友。咁多年嚟，全靠住父親李家鼎同埋已經去世嘅母親施明常年咁樣供養。之前鼎爺喺忍無可忍公開咗同李永漢嘅對話錄音，裏面李永漢就理直氣壯咁樣要求老豆每個月俾佢5萬蚊嘅生活費，仲及上咗鼎爺一筆200萬嘅定期存款。佢仲話自己中學都冇畢業，45歲啦，出去做 sales 都冇人請，就應該老豆養住佢。後嚟鼎爺就宣布將所有嘅財產都交咗俾細仔李永豪打理，斷咗佢嘅米路，佢就徹底反面啦。母親施明去世嘅時候，李永漢唔單止唔俾弟婦進入靈堂拜祭，仲將寫有弟婦個名嘅花牌直接掟到咗後樓梯，仲口口聲聲話阿媽生前唔中意呢個新抱。但係盲嘅嗰個都知道，佢就係因為弟婦幫住李永豪管住鼎爺嘅錢，斷咗佢嘅人肉提款機，先至將弟婦當成咗眼中釘、肉中刺。而且之前李永豪喺反擊有人偷錄剪輯錄音嘅時候，就明確講過鼎爺嘅電話之前就俾大嫂攞過去整過一次。從嗰次之後，屋企嘅私人對話錄音就開始一段一段咁樣流出嚟。再對照翻之前鼎爺評價大家嫂嘅嗰句人無3尺高，肚裏3把刀，呢個背後到底係邊個喺度搞鬼？真係唔使問阿貴都知啦。全網嘅網友幾乎係一邊倒咁樣認定幕後黑手就係鼎爺嘅嗰個忤逆不孝嘅反骨仔李永漢兩公婆。呢兩個人就係成個頂心風暴嘅始作俑者。而家眼睇住賺唔到錢啦，乾脆就攬住一齊死做搞屎棍，想拉住全家人一鑊熟。講出嚟都真係冇人信啦！呢一個已經46歲嘅大男人，已經整整15年冇返過1日工，係一個完完全全嘅無業遊民。之前鼎爺實在忍無可忍，公開過一段同佢嘅通話錄音，裏面李永漢就理直氣壯咁樣要求老豆每個月必須俾佢5萬蚊嘅生活費，仲及上咗鼎爺存咗一世嘅200萬棺材本。佢仲話自己中學都冇畢業，而家出去做嘢都冇人請，3個小朋友要養，老豆就應該養佢一世。最後呢一筆錢仲係俾佢連呃帶氹咁樣攞走咗。但係佢根本就唔知足，仲想繼續挖空老豆嘅家底。細佬李永豪兩公婆實在睇唔落去啦，只能夠寸步不離咁樣守住鼎爺嘅荷包，幫老豆打理所有財產。結果就成為咗李永漢嘅眼中釘。佢3日唔埋2日就走到鼎爺屋企嗰度大嘈大鬧，對住弟婦就破口大罵，乜嘢難聽嘅話都講得出。最過分嘅就係舊年母親施明去世嘅時候，佢竟然喺靈堂門口嗰度當眾攔住弟婦，唔俾佢入去拜祭奶奶，仲將工作人員啱啱擺上去嘅寫有弟婦個名嘅花牌一嘢就扯落嚟，直接掉到咗殯儀館嘅後樓梯。佢仲當住所有前嚟弔唁嘅親友嘅面，口口聲聲話阿媽生前最憎嘅就係呢個新抱，佢冇資格入李家嘅靈堂。但係事實根本就唔係咁樣。施明生前同呢個世家嫂嘅關係好到不得了，經常都一齊行街食飯、出門旅遊，仲多次喺社交平台嗰度發過合照，讚呢個家嫂孝順懂事，照顧自己周到。李永漢純粹就喺度挑撥離間，因為弟婦幫住李永豪管住鼎爺嘅錢，斷咗佢人肉提款機嘅米路，所以先將所有嘅怨氣都發洩喺弟婦嘅身上。其實早喺第一次有剪輯過嘅錄音流出抹黑李永豪兩公婆不孝嘅時候，李永豪就直接放出咗40幾分鐘嘅完整錄音進行反擊，明確咁樣指出有人惡意偷錄並且剪輯佢哋嘅家庭對話。當時佢就講過，鼎爺嘅電話之前就壞咗，大嫂就主動話攞去幫佢整，結果電話攞咗返嚟冇幾日，屋企裏面嘅私人對話就開始一段接一段咁樣流傳出嚟，而且全部都淨係剪輯咗對佢哋不利嘅片段。
呢啲話就唔係網友老作嘅。再對照之前鼎爺接受媒體採訪嗰陣，評價大家所講嘅嗰句人無三尺高，肚裏三把刀，咁呢個背後到底係邊個喺度搞鬼？真係呀，唔使問阿貴啊！果然物以類聚，兩公婆都係一個衰樣。李永豪就唔返工，佢嘅老婆亦都從來冇出去做過嘢。兩個人生咗3個小朋友，咁多年嚟食嘅用嘅學費房租全靠81歲嘅老父親同埋細佬李永豪常年供養。如今所有嘅證據同埋事實都擺咗明面上，無業遊民、反骨仔、蛀米大蟲，呢啲呢根本就唔係鬧人嘅話，而係對佢哋最準確嘅形容啊！呢一世都洗唔白噶啦，眼睇住再都唔可以將老父親當成搖錢樹啦。佢哋呢乾脆就惱羞成怒，玩起咗同歸於盡嘅把戲，將鼎爺收埋咗20年嘅私生活爆俾周刊，仲拖埋無辜嘅馬管東母子，就係想令到鼎爺身敗名裂。不過佢哋大概都冇諗到，呢一次鼎爺真係忍無可忍啊！第一時間就報咗警，嚴令禁止任何人發佈人事錄音。呢一下佢哋呢想通過媒體將事情搞大，一鑊熟嘅如意算盤徹底落空啦。就係唔知道嗰個搞到全家雞犬不寧嘅跳梁小丑，下一步仲會使出啲乜嘢陰險嘅拿詐招啊！呢個瓜真係食極都食唔完啊！